夹批打邮票，真侪邮票顶面的图样拢真有意思。即马就有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本囡仔故，或者有故事的邮票，用10篇故事写台湾一年，要带大家看台湾各地头的历史甲文化。毛德顶的邮票，详细甲看，每一张拢有故事。亲像这张安平古堡，会当看出平埔族人用牛皮换地传说，也有台湾民间信仰妈祖婆参大道公的故事。咱台湾真少出这种的民间故事的邮票，但是妈祖婆伫咱台湾的迄个民间的信仰非常的大嘛，自北平甲南平，大拢咧信仰妈祖婆所以就决定要写一个妈祖婆的故事安尼。用妈祖保护大道公风的传说，希望囡仔进捌台湾的民间信仰。其实国外邮票常常用当代儿童文学做主题。即阵有出版社推出多本册，透过邮票来讲故，帮台湾的本土故事代代传。主要是讲，我感觉讲会当用迄个台湾各个每一个所在的故事来表现咱台湾。为什么要用邮票？就是感觉讲，即摆囡仔无啥知影邮票，毋过其实写批是一个足好的代志，因为你写批你能训练你的写，你的表达，你写你家己的代志，你写你的故事，会当甲人交朋友。周慧玲表示，邮票代表传达感情的批信文化，即便毋但有台湾故事，也有收集美国甲斯洛伐克的邮票囡仔故，要互囡仔透过邮票来参世界交朋友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